立法院长游锡堃今仔到宜兰县政府来协调西横跨渔那国岛平台案件，嘛选定台九顶线9.9公里的乌岩角顶3个地点，要来设景观平台。院长游锡堃嘛积极推动苏澳、甲日本、甲渔那国的观光发展哦。按算讲7月初4就要来启动两地直航。 立法院长游锡堃到宜兰县政府、甲县长林姿妙，也个交通部公路总局甲观光局等单位官员开会，协调设置眺望乌来国岛平台案，达成初步的共识，将会以公路总局第4永和港定处规划，第9顶线9.9K 乌岩角、11.4K 蒙纳之区，一个头城金面大馆景观平台。 那这3个地点，宜兰县政府呢，我们会全力以赴，然后呢，计划到了中央部会，然后也请中央能够呢全力以赴的帮忙我们。因为设平台牵涉到地方加中央几类单位，游锡堃才会亲自到宜兰协调。林主标也讲会全力提计划协助，不过地方也是有意见。咱把好天所翕到的相片，甲伊做一个意向伫遐。 互民众去到遐，虽然若阴天的时候看袂到，不过伊同款，伊用角度来对。有民众伫咧苏澳旧苏花公路顶头翕到乌来国岛的相片，放伫网络顶，引起大家讨论。游锡堃也捌亲自带日本国会议员到遮瞭望日本的国土，除了设景观平台，也要送苏澳甲乌来国岛直航。所以，如果我们开辟这样，让 未来我们可以行销，就说日本的观光客来到台湾，只要你多花1天，那你就从苏澳可以到渔那国岛一游。游锡堃按算7月初4，带团坐船来回苏澳甲乌来国岛。到时，立法议员恳谈会会长古贵司甲几位日本的国会议员将会伫咧乌来国岛迎接。游锡堃讲，苏澳到乌来国岛比对日本过去也更较晚，希望借由船的直航，吸引更加侪日本的观光客，透过台湾去日本国土上西平，促进台湾的观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